阿丑大人，不知你对陈信打算如何处置？我干爹说了，他已经打了姓陈的板子了。我要是再打他，就显得我有点小心眼了。小白脸虽然讨厌，可我姐偏偏喜欢他，所以呢，我让我干爹放了他，让小白脸住在客栈里，有我姐守着他，我姐也喜欢。要不然我姐整天管我也挺讨厌的。哎呀，阿丑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大人此次来清水，对下官有何吩咐啊？周大人，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是来查案子的，皇上也没说非要让我查出什么，只说让我搞清楚就行了。如果你周文正、郑天寿还有我干爹，你们要是真的贪了赃忘了法，让我找到了证据，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砍脑袋。阿丑大人，那你要是找不到证据呢？我要是找不到证据，那你们都是好官啊，我自然会在皇上面前替你们说好话，说不定皇上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还会升你们的官呢。反正我干爹已经在皇上面前挂了号了。阿丑大人，您办的是皇差，我们仅听您的示下就是了。你想怎么查就怎么查，我们绝不会从中作梗。阿丑大人，你干爹一直在清水县任上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问他。钱知县，你不会对阿丑大人有所隐瞒吧？周大人，钦差大人和我也算是有缘分。我看这案子根本就没什么可查的。钱老贵，你别以为你是我干爹，我就会和你一起糊弄皇上。我这钦差可是皇上派来的。这个自然，我们怎么敢欺瞒皇上呢？钱知县，对，你还是多听听阿丑大人呢。周大人，郑大人，这顿酒我也喝完了，光凭你们这几杯啊，也灌不晕我。我下面的事儿呢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今天乏了，要回去睡觉了。是，干爹，顶戴。我送钦差大人。大人您慢走。我也。哎呦，喝的都不知道了。三叔，哎，刚好多人找您呢。好多人找，人呢？走了，都走了，不知道。甭理他了。大人，哎，就一边的。大人得我亲自伺候。慢慢的，哎呦，得。哎，好嘞，我走前面，大人，我们给你磕头了。你们这帮家伙，太他娘的好玩了！老子告诉你们，老子是真的，你们就是死活不信。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还不赶紧张嘴！让你有眼无珠，让你永远不是泰山，让你有眼无珠，你让你永远无泰山。叫你不知天高地厚，叫你得罪钦差大人，叫你不知天高地厚，叫你得罪钦差大人。还有你，瞧这点出息，钦差大人瞧得起你，你就舍不点银子，瞧这点出息。大人看呀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千万别记我们的仇啊，大人啊，大人，你们千万别记仇，都给我打！大人看着小人过，大人千万别记我们的仇啊，大人，打，接着打！大人你千万不能，行了，这是我们几个人凑的银票，孝敬您，钦差大人，请笑纳。把银票给我收起来。
谁要你们的东西啊？老子这回回来是替皇上办案，你们还以为老子是以前的那个混球啊？老子现在是堂堂正正的钦差，我要做清官。你们谁要是敢送我1两银子，托我办的事儿，我可就不管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送的那些个银子，我也在皇上面前买不着好。红哥，哎，把咱们家的好酒都拿出来，那可是干什么呀？让他们好好的喝一顿。哎，我说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记你们的仇的。我现在是大人了，我这个大人怎么能记你们这些小人的过呢？谢大人。小二，拿酒来。小白脸儿，我问你，咱们俩谁是钦差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不高兴了？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吃醋了是不是？上一回你当钦差，头一个就把我给抓了，这回我当钦差，头一个就是我把你给救出来的。我还不够意思吗？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我问你，咱们俩现在谁是钦差大人？我都听说了，皇上的侍卫已经宣过旨了。我又怎么能不认你这个钦差？我认你这个钦差。听你的口气，你还不服气是不是？甭以为你多念了些书就比我强。皇上说了，在下面办案，碰上那些难缠的主，还就得靠我这种混球才能玩得转。你就别在我面前摆你那臭架子了。现在我是钦差，怎么办案你得听我的，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是钦差，我听你的。姓陈的，你看好了，这可是我的圣旨。上回我偷了你的，瞧你那份埋怨，见了我总是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。你瞧瞧我现在多大方，我这圣旨就放在你这儿了，你给我看好了。你这是何意？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和你一般见识啊？你现在是皇上委派的钦差，我又怎么会偷你的圣旨？谁说你要偷了？你想偷你偷得来吗？你有那能耐吗？搞这种手段，你就是2个小白脸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这1根手指头。我是让你替我保存着，你可得看好喽。你要是再给搞丢了，我可再也没法在皇上面前替你说话了。你说今儿喝酒的时候，阿丑这小子一会儿东一句，一会儿西一句，连周文正都摸不着头脑了。你说这小子他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？三哥，要我说啊，你不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阿丑得了，让他瞧着办。你三哥平时编个故事骗个人哄个娘们的还行，一到了官场上这脑袋就不够使的了。我琢磨着呀，我干的那些个事儿是周文正指使的不假，可都是我经手的呀。要是都抖了出来，非掉脑袋不可。
是带着玉姑娘走吧。怎么走？且不说走得出去走不出去，就算是走得出去，玉姑娘的心思也不在我身上。你们躲到一处地方，住得久了，她一个女人，慢慢的总归会守了心的。三哥，你对玉姑娘的好，也真算是到家了。这天底下的男人，有哪一个像你这样真心对待她呢？还有你呀，你别拿我开心了。那天郑天寿动墙，我吓得腿都软了。你就真敢拿刀砍他？老四，你说对玉姑娘，我是不是比你还能活得出去啊？三哥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只是替你守着玉姑娘，我根本就没那份心思。我的脑子刚才有些乱，这会儿慢慢的捋清楚了一些。我觉着皇上对清水的案子恐怕也没太当回事儿。再说了，明相的面子皇上不会不给的。恐怕只是因为那魏老儿一直在皇上面前挑唆，这才派来这么一个混球到这儿来应付事儿来了。周大人说的有道理啊，这阿丑本是贪官本性，他还能查咱们？我看给他点银子就能对付过去。三哥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知道我这老半天心里想的是谁呀？不是玉姑娘吗？哎呀，说来连我自己都不信。我坐在这儿的心里，其实一直想的是燕燕和孩子。自从给他说了那番话，我本来以为我们俩可以就此了断了。可坐在这儿，我想的全是燕燕她对我的好。要说嫂子对你，我看就像你对玉姑娘这般心思，嫂子其实就是脾气不好罢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我这会儿心里只想着她。哎呀，你说我回不回去看看她呀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玉姑娘还没安顿好，今后怎么办你也没想清楚。这会儿回去看嫂子，嫂子要是不让你走，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这辈子享福是女人，受罪也他娘的是女人了。这个阿丑今天这一番话，虽说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也不过是得了钦差，摆摆谱，撑个门面。就算他想为皇上办些大事儿露露脸，也不过是孩子的心气儿。先让他碰些软钉子，磨磨他的性子，慢慢的，我们再收服他。不过田庄主，说来说去，这事中的关键还是钱奎。他和阿丑在狱中结为父子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刚在酒局听说的。这阿丑和钱奎啊，那是一路人，只有他们俩才能干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。哎，既然有这层关系啊，我看这阿丑倒好对付了。哎呀，钱奎这个人呐，我现在呀真是不大懂了。我过去一直认为啊，他怕燕燕。可是呢，前些日子啊，钱奎说他不愿意回这个家了。
燕燕这几天呐，就像掉了魂似的。郑大人呐，这不是我说你呀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没出息呀？啊，天下的女人有的是，你干嘛非看上那个姓玉的贱人呢？周大人，你就别骂我了，我是为燕燕出气呀，没想到酒喝多了，把事儿给搞砸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别说这些了。钱奎呢，还是我的女婿，就凭我这张老脸，他不会不买账的。哎，你不用哄我了。阿丑怎么可能当钦差呢？我刚才说了半天，你都只当我是编故事呀？难道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妹妹，你可别小看阿丑，他也算是救过你的。阿丑，别人看着他混，我看着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儿。这天底下就没什么他不敢干的事儿，他浑身都是机灵劲儿，说话行事总有让你想不到的地儿。这回回来，我看他收敛了不少。刚才喝酒的时候，也能和周文正打几句官腔，说几句官话了。那陈公子他现在可好？哦，妹妹说陈公子，他已经被阿丑接到客栈去了。妹妹你就放心好了。钱兄，我有一句话说了，你别生气。妹妹，你是不是也想搬到客栈里去啊？我也不勉强你，妹妹你自个儿拿主意吧。我想，我还是住到客栈去吧。那儿有英英姐和阿诺陪着，也有个说话的人。明白了。阿诺，你哥哥昨天是不是又喝酒了？英英姐，你劝劝他吧。我说他也不听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。姐，阿丑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告诉你一声，我要出去办差了。你办什么差啊？当然是皇差了，我现在是钦差大臣。你穿成这样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这是去微服私访。哎，阿丑，你等等，我去把陈公子喊醒，让他给你交代交代。他懂什么？上次那个差事还不是让他给办砸了，连官都让皇上给罢了，我凭什么听他的？哎，阿丑，你等等。
阿愁，我和阿诺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我是去办正事儿，你们女人跟着算什么？婆婆妈妈的。那要不要2个侍卫跟着你啊？用不着他们，我碰到事儿的时候，他们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。他们要是保护不了我，那是他们的失职，皇上也不会饶了他们。英英姐，你去劝劝我哥吧。嗯。站着！小二啊，哪儿进了个要饭的呀？我说你呢。哎呦，我的大人呢？哎呀，哎呀，您这是要干？出去办差。哦，大人，要不要我随着？你随着干什么呀？清水县哪个人不认识你啊？你要是随着我，我怎么办差呀？是。哎，昨天送银子那些人今天没来？您不是说要做清官，不收贿赂吗？再来人，都让我给打发了。礼不送，人总得来吧？要不然我这钦差的威风往哪摆啊？总得给点面子吧？是，我明白了。回头我把他们都给叫过来，给您请安。哎，也别扎着堆儿来，今天来俩，明天来仨，总得给我请安、行礼啊。明白了，您是真正的钦差大人。哎，再见着我，还叫我臭要饭呢。啊，明白，大人。喊声。赶紧给我出去，臭要饭的！大人，你们俩别老跟着我，要跟也别跟得太近了。太近了，人家一眼就看出我是钦差大人，我还怎么办案？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你管我去哪儿呢？反正别跟着我就是了。宝姐，来10个烧饼。您说好，嘿嘿。伙计，我还没给钱呢，你怎么也不问啊？您不是要赊账吗？你们家不是不赊账吗？我上回来怎么不赊给我呀？哎，甭10个烧饼了，您要这铺子，我们东家都得给你。你打着包袱，自己好好干干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打发要饭的，打发要饭你们也没那么大方啊！你以为我是贪官啊？你怎么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？大人，这清水县谁不知道您是正宗的钦差大人？算了，真没劲，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假的骂一顿呢，没意思。哎，大人。你们俩老跟着我干嘛？我说人家怎么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？你们跟着我，我还怎么办差？回客栈去。上回我是个假的，没人护着我也没掉脑袋。现在我是真的了，还用得着你们护吗？回去喝酒去。大哥，咱们哎，你甭管他，咱们就跟着他，他看不见就完了呗。他这办的什么差呀？甭问，
皇上啊喜欢逗闷子，咱呢好好瞧着。三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怎么着？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？来，我叫你干什么干什么，过来！阿丑翻脸不认人了？我说你啰嗦什么？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三哥，又没人来拿你，你干嘛要把自己这样？阿丑不认你这个干爹了？不是阿丑的事儿，我要去见你嫂子。嫂子还没消气呢，你去了，指不定会动什么家伙。你还敢把自个儿这样？我让你做你就做。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我还怕你嫂子呀！过来，来。燕燕，姑爷回来了。这姑爷都给你跪下了。要我说啊，你要心里有气，就好好的打他几下。啊，燕燕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你看着办吧。燕燕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还要不要我了？徐妈，你出去。看什么看？看戏呢？快走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！快去！有什么气就冲着我撒，你今儿就是打死我，我都不怪你，给你请罪来了。拿金条子抽，来。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妍妍。陈公子，你要出去啊？哦，我去找范先生，
我总觉得他应该还在清水。陈公子，殷姑娘，皇上既然没有罢手，便是最好的消息。钦差是阿丑，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。爷，您来了，今儿好好碰碰运气啊！哎呦，这位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招呼爷。五爷，上回来的那位钦差大臣又来了，不过他那身打扮，我知道了。这回还要不要让他赢？郑大人吩咐了，只管让他赢，玩多大我们都陪着他。这小子出手可是够狠的，上回他赢走的银子还没收取回来呢。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把银子都赢走了，那还有郑大人兜着呢。去。闲了常来啊！阿丑，你怎么又去赌了？我说我走到哪儿都会被别人认出来，原来是你在捣鬼啊！阿丑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喜欢你了。为什么？我原以为你当了钦差会好好办案，或许日后能帮我哥官复原职，没想到你还是这样，皇上怎么就会看上你了？范蛋蛋，你觉得皇上是个笨蛋吗？那我是个笨蛋吗？你知道了，你还管我干什么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去告诉你哥，别光吃我的醋，有本事去查河堤问饥民去。周文正这帮坏蛋这会儿只顾看着我，你哥要是会来事儿啊，比我好查，明白吗？那你干什么？我吃喝玩乐过我的钦差瘾，省得我查清了案子，你说我抢大舅子的功劳。我可是替你哥着想啊。你不干正事儿，日后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嘿嘿，怕他抢你小男人的功劳啊？不用怕饭团子，我吃喝玩乐一样办差，不信你就看着办。阿丑，别老跟着我，要跟你哥，我还没娶你呢。大哥，这阿丑到底演的什么戏啊？嗨，你甭理他，他爱干什么干什么，由他去吧。咱只管如实禀告皇上。走。这位小爷手气太好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老是老子赢，你们肯定认出老子的身份了，这不是明摆着向老子行贿吗？不玩了，告诉郑天寿，少跟老子来这套。老子来你们这儿玩，冲的是个手气，输赢凭的是本事。不玩了，银子还给你们。燕燕，你这么样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你说话呀，跟我说实话，你想怎么着我？是不是在韭菜里下毒，想毒死我呀？打我！打我！打！打我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死你！打吧，使劲！我恨你，我也恨自己。我老是忍不住的想去找你，我离不开你。钱奎，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待你了。这家里以后就听你的，由你说了算。我再也不动你一手指头了。别哭了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大人呢？你稍等，我去禀报老爷。回来！我不是找郑天寿的啊，那您我找芍药不行吗？哎，行，请。阿丑把赢的钱又都退回去了，这小兔崽子打的什么主意啊？说不定是姓陈的让他去试探呢。我看他未必肯定姓陈的，恐怕是皇上的旨意吧。阿丑这个人的心思很难琢磨透，不过先不忙，等听听田老儿探听了钱奎的口信再说。周大人，老爷，那个阿丑来了。哦，好啊，快请进来。哎，不，他说是来找芍药的。你让他进来了？进是进来了，可还没让他见着小姐，只带着他在园子里面转悠呢。嗯，先别拦着他，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哎呀，郑大人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周大人，芍药是我的心头肉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宠着她。阿丑那个丑八怪怎么？郑大人，妇人之见了不是？阿丑现在是皇上眼里的红人儿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了大气候呢。他能看上芍药，你何不顺水推舟把他给收拢过来呢？这，我是怕委屈了孩子呀。行，咱们呢，先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，然后再做打算。阿丑哥，你可来了！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你？我想死你了。还问呢？还不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差点被砍了脑袋。阿丑哥，你生气了？当然了，要命的事谁不怕呀？你这脑袋不是好好的长在这儿的吗？我下次就听你一个人的，不听别人的，行吗？我没生气，逗你玩呢。要不是你这么笨，我也不会被姓陈的关到牢子里。我要是没被关到牢子里呢，我也不会和钱老龟结成父子。我要和钱老龟没结成父子呢，他也不会给我吃那颗药。我要没有吃那颗药呢，我也不会逃出去。我要是没逃出去呢，我姐姐也就不会带我见皇上。我要是见不到皇上，就当不了这个钦差。所以，芍药，我这个钦差多多少少还有你的功劳，我怎么能生你的气呢？阿丑哥，你慢点说，我都听糊涂了。你刚才说和钱老龟结成什么了？结成父子啊！我一直觉得他像我爹，他人又好玩，又会说故事，我就认他当干爹了。你不觉得钱老龟好玩吗？我岁数已经大了，这个家呢，早晚不都是你们的吗？
爹，我和燕燕一定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。听说那玉姑娘已经回客栈了？哎，是我让老四送过去的。爹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啊。钱奎啊是好心眼儿，他是怕郑天寿作孽，也是为了救人一命。他在牢子里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故意骗我的。爹，我那会儿觉着吧，皇上又派来个新的钦差来，那一定就是个厉害的主儿。我怕我这回躲不过去了，怕我吃了官司，让燕燕伤心，我才故意说我不要燕燕了。哎，你说那个玉姑娘，是不是看上姓陈的了？听老四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不是，是那姓陈的他自作多情，人家玉姑娘就在他面前说了几句好话，他就拿着棒槌当真了。钱奎，刚才你在我屋里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我怎么说的？你不是说幸运那个贱人和姓陈的是郎才女貌，两情相悦，早就私定终身了吗？那我都是听老四说的呀。钱奎，今天咱们不说别人，你这官儿要想做下去，恐怕呀还要费点心思。哎，听说阿丑认了你做干爹了？没错，他当了钦差都不赖账。芍药，你不是想听钱老龟说故事吗？等我娶了你啊，天天让他给你说故事。阿丑哥，我管钱老龟叫钱哥哥，你现在管钱老龟叫爹，那你不是要叫我姑姑了？你还说过要娶我的，我都成了你姑姑了，你还怎么娶我？钱老龟只是我的干爹，不碍事儿的。告诉你吧，芍药，那个小白脸的妹妹阿诺，就是骗走你圣旨的那个姑娘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她也喜欢我。她也喜欢你？那你娶了她没有？还没有。她可不像你，心里喜欢，表面装着不喜欢，装着不喜欢吧，又总缠着我，还总想学我姐姐教训我几句。啊？那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她？喜欢，可没有喜欢你这么喜欢她。